所以我就是做这方面研究。我今仔我slide 总是用英文啦吼，但是我是用解说互你听，其实有一寡看范东片了解就是大部分那个是我听我讲的，因为我无时间翻译，这个应用完这这个，因为这是我，因为这是我伫遐营养伊迄阵教我这个 lecture 排入迄种营养伊学生啊爱报的内底其中的一个课程，因为你这是感觉讲这个肠仔内底迄个重要系统，其实大家医学院的学生拢会知影，如果这样伊也开始有大人的学生，所以这是营养院的学生来 lecture， 所以有可能较难，但是不要紧，我解释互你听啊。中国在本地列山门，咱讨论到50分的时，50分钟的时间再这样子跟大家分析。其实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迄时候有一个感受，就是讲，其实阮囡仔食物件，其实食到无工作，其实食物件对因身躯内底的迄个肠仔内底的菌群啊，即细菌，我讲的菌群，大家听看，就是讲 bacteria， 你肠仔内底的细菌。有啥物帮有你想的伊个是肠仔内底细菌。其实我想讲，我迄时开始就想讲，囡仔透早食 donut cereal， 啊就厉害。中昼上济食饭一寡菜，下昼佮食饭一寡菜。一日安尼食到底有够，互迄种肠仔内底细菌，互伊就是讲有办法，就是讲压肥啦。你有你压肥，有你肠仔内底细菌压肥，肠仔内底细菌就等于甲灰相像。我定下讲 microflora， 就等于像迄灰安尼相像。肠仔内底你爱干啥，你爱物件来食。伊到底是要食啥物件？今仔日大家听下。安尼希望你听了你下暗要食饭的时候，你想讲我今仔食饭，讲食物件，有是讲凊彩食，爱食啥物件，你肠仔内底细菌较健康。谁人爱互你肠仔内底细菌健康？肠仔内底细菌对咱的身躯真是足重要。美国全世界真是上热门的一个科目，就是研究肠仔内底的细菌，甲你的身躯。因为伊这甲糖尿病、甲癌、甲一寡发炎的一寡病，拢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咱讲全世界，大概这是一寡足大牌迄种杂志，包括医学杂志啊，还是研究方面的杂志。全国你讲，如果有这种的新见，有一寡这种新的知识吼，迄种我发表出来的文章，拢比较做好文章。所以会使听下讲这方面，大家是真是真爱听的，听大家分享。所以最主要现在大家开始，其实开始是这个研究这是 nature 啊 ，nature 列成所在的，你刚才看到12条节，2006年之前2006年之前，其实无啥人知影讲你肠仔内底有到底，肠仔内底细菌到底有啥物功能？你知影肠仔内底细菌比咱人内底的细胞会比咱人身躯的细胞搁较侪10倍。咱人的细胞是10到1210 to the 12，你肠仔内底细菌是10 to the 13，是10到13次方。所以你细菌内底其实比咱人内底细胞多足侪。所以咱常拢人医法医生的医生就讲你身躯的细胞一寡啥细胞无好，安尼治疗迄个细胞。其实你毋知影，其实细菌内底的细胞加咱人内底的细胞加，但是拢无去注意讲细菌内底，有去注意讲细菌爱健康，做这样的研究。但是这个研究现在开始，迄个时开始就是讲，你知影迄个价格，这个 OB 嘛，这种了解吼，无办法停，食物件食了就食到你无物件伤太甜，你无办法动你家己的无办法控制，所以你这了解就大只。甲别人啥了解啊，或者食到饱的，但是因为这个了解内底有一个脑神经，我甲变互伊无办法停，就讲永远食袂饱。
你若讲把这种鸟鼠啊，迄个一放出来屎，啊甲摕落去种普通的鸟鼠啊，你讲知影普通的鸟鼠变啊？你讲想？变肥。你若摕迄个肥的屎，或这个瘦的鸟鼠食了，这个瘦鸟鼠变。这就是第一个，像咱迄个时发表遐尔大，大家拢想讲，大家想讲，屎其实肠仔内底放出来物件，其实无啥物用途的吼，无啥物功能。但是对这个时阵开始，大家感觉讲，鸟就是讲，咱人内底肠仔其实有一寡功能。哦，啊，伫这个研究内底，甲伊讲就是讲，伊有办法互你变肥，还是变瘦。我们现在想，咱想讲拢是爱的基因，哦，你知有的人食拢食袂使，还是食袂肥。啊，拢想讲是你的基因的问题。而且开始大家讲，哇，以前是基因，其实是伊肠仔内底细菌足大影响，对你身躯的一寡功能有足大影响。这若是讲着讲肥甲瘦，就是足侪物件，甲发现，哦，盲脑就是讲。就是讲年长，脑的一种像凹残dementia，脑影响。我等下一个念所以希望今日大家听了总真正对做我们安尼对保养你的身躯，希望你对你身躯真正帮助，特别年长，所以足复杂。肠仔内底细菌是足复杂，阮大家较开始慢慢知影讲，到底是啥物细菌，有几种细菌，几种细菌到底是啥物回事好，啥物回事歹。无毋对，头拄仔知影，头10个人举手，你食迄个益生菌吼，但是老实甲你讲，我毋知影食益生菌到底是创啥，我毋知影。所以食是好，无啥物副作用，但是真正迄细菌食咧对咱身躯有啥物好处？照是无啥物研究在讲，真正有这种有好处，但是价是价的吼，就总会食真少的，其实真正讲啥物会益处，毋知影，但是食了大家讲有身躯袂歹，安尼就继续食。所以，我10年内底做研究，上主要是要知影讲，俺人的肠仔内底，变成啥是健康的。平时咱的肠仔内底细菌吼是健康的，其实咱大家生出来时，细菌是细汉的时阵足健康，但是愈大人年纪愈大，伊个健康就愈来愈细菌来说愈来愈烂。愈烂的时候，我叫做叫 dysbiosis。dysbiosis 就是讲伊肠仔细菌一定无健康的。所以，这个 dysbiosis 就是讲肠仔细菌一定变，甲你细汉时一种真健康的时候，细菌完全就是讲一定变甲讲会破病。阮这是知影有足侪种病，拢是细菌无好造成。我头讲着癌，甲一寡迄种真严重的一寡迄种细菌。但是袂晓讲，所以就是讲，其实吼，你讲食抗生素的时候，有人食你食迄个抗生素，抗生素食了其实会影响到你肠仔内底细菌，会嘛吼。有当时你食了会感觉讲，老屎啦，有感觉讲肠仔无啥舒服，迄就是细菌入边。但是咱人其实食迄个抗生素了，伊会大部分人在转来到原来以前形象。但是有一寡人食了，伊就无转。一直拢歹，伊就破，万难为情。所以其实有一寡人就是特别你的基因，基因甲这个肠仔内底细菌的沟通吼，特别有办法，互你变成有病。比如说人食抗生素是好无，我毋是讲叫你莫食抗生素，我意思就是讲抗生素医生给你食的时候，有些一定爱食，但是当不乱食。如果我安那我就真爱食抗生素。医生给你食，你会爱食，但是有个人食了，伊是因为你的基因，会
关系，你会变化，是我等下讲的。所以其实我刚开始做研究时，我是做迄用的感菌的研究，我里面是个刚开始做。但是我开始做用的感菌了，我以第六还是第五甲大家合作的时候，我讲着，所以甲大家合作较方便。其实去啊，因无啥物讲迄个用的感菌代志，但是伊一直跟我讲，啊，这个病，因爱要讲这个病叫做 IBD。这 IBD 是啥物病？一种慢性肠炎。哦，这慢性肠炎是真困难。有人知影讲有，你有朋友是人知影捌听过这个病，慢性肠炎。哦，其实你拢唔知影，因为这个病其实伫亚洲以前有。哦，你知影？以前足少，人拢想讲这个病是家伫美国较有，伫欧洲较有，但是亚洲，但是你要知影，这10年啊，一直开始变起来。你要去台湾、去亚洲，我开始拢去看这个病，但是我哇，系啊，咱这个病有是真正有是拢到美国较有，咱中国人哪有？啊，但是愈来愈侪，你想看无？至少20年啊，一定通走，啊，这是继续搁咧往上。啊，到底是啥物原因？所以阮迄时阵就讲，阮去内底去甲人做研究的时候，我拢是咧知影讲，到底是啥物？10年、20年来，会变啥去？第一，这个病是因为你的基因啊，甲你的迄个免疫系统的大部分是这两个你出问题。但是你的基因甲你的免疫系统是20年来其实无变啥去。哦，你要知影你这个基因起来头足侪材料靠的，对不对？20年来一定是环境的改变。啊，环境的改变到底是啥物环境的因素？啊，这个爱知影。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伫香港遐咧做研究，因迄个时阵开始去亚洲遐吼，有差不多13个国家、19个都市内底遐专门去找这个 case， 这个慢性肠炎 case 你也做了。上最后变成讲，这样是开始，这种病开始变出这时阵，到底是啥物原因？啊，你知影台湾吼，台湾这是变低了，以前是零咯，所以这样变低了。大陆，但是看大陆有一寡所在，从香港变3，所以这个病较愈来愈侪。但你也知影，你有看到西安、成都、甲台湾、甲广州、香港，较大的都市的所在，这个病发病较侪，都市内底较侪，啊，遐较庄脚的所在较少。到这是啥原因？所以你会知影，我就有当时啊去遐看时阵。一寡都市的所在，拢有麦当劳、肯德基、披萨。真正了去大陆，你看北京，你晓北京来上太多麦当劳，看做这，是讲因为安尼，就是今日你知影因遐生活，甲咱美国愈来愈相像 ，fast food 开始愈来愈多。啊，所以因遐就想讲，这个，因为到最后做出来结果就是讲，这个城市内底，亚洲城市内底开始这个变化愈多。啊，到底是啥物？你到最后去做研究，啊，我头来讲这个麦当劳，你人看以前美国开始，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好30年前吼，迄个麦当劳甲这个 fast food 开始起来的时候，阮当看到这个病愈来愈多。啊，阮想讲这是大陆，可能开始起来，可能是甲这个有关。啊，所以因到最后就是讲。好，啊，因到做这个研究了，就讲讲啊，到底有3个因素吼，就是讲看病人到底有3个因素，3特别因素。第一，因发现讲，食无啉的囡仔较袂破病，食无啉的囡仔较破病，这是一个，伊迄个保，伊个保养是，迄个说就是讲，迄因素是很，迄个 significance 就是讲讲。就是讲，喝母奶这个遐囡仔啊，特别是讲，遐年他12个月的第1年啊，做喝母奶的遐囡仔，因较袂破病，较袂得这个病。第二就是讲，食甲美国遐较相像的，就是讲食麦当劳啦，食肯德基的这种囡仔较容易得病。第三，囡仔细汉的时候，种狗啊、猫啊，这囡仔较袂破病。啊，这其实已经伫迄种
儿科内底有证明，就是讲囡仔种有细汉就是讲猫啊、狗啊做伙时，环境可能较肮脏的环境内底吼，伊免疫系统可能较袂着一寡迄种，免讲迄种 allergy。啊，所以其实，这个因素来讲，其实拢会，我就开始想讲，其实这个因素拢甲你肠仔内底细菌有关。是安怎？第一，咱讲着母奶甲迄个喂迄种 formula feeding 啊，就是讲普通的迄种泡粉吼，有啥物无相像？其实上无相像的就是哪？抗体。老母来先会抗体。无抗体，甲有抗体到底有啥物关系？我伫这里，毋是我，就是讲人哋开始做研究。因为我有鸟鼠啊，无抗体的鸟鼠啊，哦，啊甲普通的鸟鼠啊来比较，无抗体的鸟鼠啊，其实也有看伊迄个鸟鼠啊的肠仔内底个菌群吼，伊个菌群无好，不但呢，迄个无抗体的鸟鼠啊，迄个囡仔，因较高得这个病，就是咧慢性肠癌病。所以讲嚟讲，所以头仔讲嚟讲，因发现讲囡仔啊种有喝母奶，哦，毋是咧方面啊，毋是泡粉的，喝母奶伊若较袂着这病。但是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迄个菌群的无相像，因为鸟鼠啊内底了无母奶，迄个母奶内底种无抗体，啊，没有这抗体因素的时，伊的肠仔较高。肠内细菌较歹，啊内底较高发病。我头仔讲着歹是歹伫啥物？其实阮这样肠仔内底头2000到5000无相像的细菌，不同种类的细菌，然后2000到5000，所以足侪啦。啊，到底这是怎样？是啥物会好，啥物歹？其实我无讲做到做测试。但是我会再甲你讲，我知影，你种类啊种降低的时阵，这就歹。好，意思讲 diversity。你若规2000变到100，你会真好看。啊，我暂时是无安尼略长，但有看病啊，我容易看伊肠仔内底细菌，其实伊种类拢是降低。所以种类降低，这是一个就是一个 marker， 就是讲伊个菌群伊个无好。所以毋是讲叫你来等于家己去查，但是是讲你要有病的时，大部分伊个菌群伊个无法。所以这个研究内底讲。母奶内底的迄个抗生素，所以你若种有迄种，其实你会使甲恁的囡仔是，你若种有迄种有囡仔你喂母奶的时候，爱甲伊鼓励啦，我爱甲伊讲，今仔我听着这个研究，母奶内底的抗生素对你肠仔内底细菌做着，是安怎？这个爱注意，因为你知影，咱逐个人的身躯内底肠仔的细菌是当时。的稳定下来，你要知前100天，前100天，100天，囡仔生出来前100天，这个细菌就是你稳定你的肠仔内底细菌，大部分拢是因为妈妈的影响，哦，所以你的肠仔大部分都是妈妈遐影响，所以我讲剖腹生甲普通自然生哪不同。你100天了后稳定下来，其实你的肠仔无晒的，你肠仔内底细菌无晒的。年轻的囡仔到中年拢袂着，但是一到年纪大的时候，较容易受到影响，容易受到抗生素影响，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疾病的影响。好，所以开始有东西，那为什么小时候你囡仔生出来是？爱做注意，哦，特别喂母奶，我就很鼓励，哦，因为这是做出来的，毋是讲人讲哦，因为我看05年囡仔较侪较袂病，这是真正有鸟鼠啊研究做出来的一个结论。哦，所以我头仔讲就是讲前100天做着，啊，但是你愈来愈老的时候，你的菌群愈来愈少，啊，所以。我头仔都讲伫迄个 Western diet、Eastern diet，Western diet 是哪无好，我美国的食食是哪无好。你知影大部分你若出去开车出去，你要找一个健康的 fast food 出去，啊，你若开车
一定拢是甲一寡汉堡啊，其他只要是披萨这种元素。你来理解，伫非洲迄个时阵，迄个足久以前，迄个时阵，大家拢是打猎啊去捡物件倒来食，迄种的种族吼。因迄个时阵食的迄个纤维啊，植物纤维。为什么我要讲点植物纤维？你也知影讲，我就想讲，上帝是安怎创造甲肠仔内底藏细菌？你讲知影？是安怎肠仔需要细菌？无啥人知影，你有想这个？消化路线纤维，但是因为人家己无办法消化纤维，你知影？你肠仔内底拢无细菌的时，你无办法消化纤维，你食的蔬菜水果根本你食拢无啥利用，对你身躯无啥帮助。肠仔内底上主要、上需要细菌的，是因为肠仔内底是纤维，伊帮咱消化，因消化了会排出一寡营养的物件，互阮去吸收。你肠仔内底若无细菌的时阵，也是你的细菌无健康的时阵，你食物件的时阵，伊消化工作，就是讲消化不好，伊排出来物件就无工作到，伊是你需要物件，你就无啥无法。所以降息，阮降息还是跟就是讲，以前大家其实迄个时阵，你知迄种种族其实病足少，大家外口做，但是其实足少病，牙足少，足少讲迄种发炎啥物。但是我伫美国遮其实即种病真侪，牙是发炎，是肥胖、糖尿即种拢真侪。你若真正安尼看，其实咱食的 fiber 纤维，一日食的纤维无到10块。要是美国当然是迄种大家拢开始讲一定要食到25到30块，但是其实这个纤维讲究到底对咱身躯有啥坏？我是安尼讲，但是真正有安尼的研究来做有。以后你看迄个非洲因遐人，甲咱美国遮人咧，肠仔内底种类吼，其实做无相像。非洲遐人的肠仔内底不同的种类，甲美国遮种类完全不一样。所以第一点就是讲，因为饮食其实甲咱无啥相像，因为肠仔内底菌群，甲咱无啥相像。这无啥相像到底是有啥应用？所以，伫人的身躯内底做研究，做来做研究，大家基因无啥相像，大家环境无啥相像，生活习惯无啥相像，所以人内底要做研究是做来做。所以阮来鸟鼠内底做，鸟鼠内底全部基因我拢相像，全部环境拢相像，互因遮物件，我来使控制。所以你要控制讲你要一寡 control diet， 就是讲普通的鸟鼠普通的物件袂食，对细汉开始普通物件袂食。伊的肠仔内底菌群很丰富，你有发现这一种小，这一种小是一种细菌群，所以这就是讲肠仔内底菌群的无相像就是，这就是做 healthy，你的肠仔内底细菌好像安尼做一种不同的细菌，这就是做 healthy 的细菌的菌群。但是你讲你我头尾你讲相共这个研究，但是你迄个物件，你要食物件，你甲迄个纤维甲减到足少的时候。莫去食纤维，肠仔变成一块，颜色不黄红的，伊的种类完全降低，这红的其实歹细菌。所以鸟鼠啊，你要开始生出来时，莫好食纤维去，伊的肠仔细菌就是变成一块。不但啊。最近这是阮 Michigan 遐，我的好朋友做出来的研究，这发表是做大篇的Cell Nature Science 拢做大篇。伊做一个研究，伫鸟鼠内底做研究。第一，伊那要知影讲纤维低的时阵有啥其他的作用。伊种纤维较减少的时阵吼，你看迄个细菌。毋是讲拿变少，伊开始食你肠仔内底的 mucus 黏液。你知影你肠仔顶悬是黏液无？黏液，谁让黏液重要？因为黏液会
把迄个歹细菌毒卖回去。所以这黏液是保护你的皮膜，哦，你的肠内皮膜的。啊，所以你要卖食纤维时阵啊，细菌哦，毋是讲你的无食我肚枵，你开始食其他物件，你的黏膜内底有足侪这种纤维，你就开始开始食你的黏膜。啊，这有好坏哦，所以我会使甲你讲，这一直的研究吼，在你看，我就是讲这个人实在是足健康 ，fiber rich， 就是讲真侪纤维哦。你看这高，伊肠内底的纤，迄个黏膜，迄个黏膜内管的啥，迄个黏体啊，mucin 又看到足高，啊，所以这细菌，这种细菌，啊，你看细菌拢冻伫外口无去。这是变成足健康的肠啊，但是你要把这个 fiber 去掉，你看你这黏膜变成硬，啊，你看这细菌开始啊，愈来愈平，啊，然后做研究，伊的肠啊发，接下来了吃啊无食 fiber，rich 是这细菌来有物件食，真欢喜。一旦把这个纤维去掉了，就是讲对100 gram 变成10 gram， 还是5 gram， 还是拢无食纤维，拢无食蔬菜，安尼像哪？你开始食这个物，啊，食这个物，好无好？啊，所以就是讲有足侪物件，毋是讲大家食性啊，其实环境的影响、抗体的antibiotics， 食无咧，还是食迄个。有人头先讲问到食益生菌，这是有帮助，但是益生菌是1种的，有人食10种的，你知影肠内底有几种？2000到5000种，到底安怎做有帮助？所以我当时无害啦，但是真正有帮助无，啊，个毋是讲做怎样。另外呢，所以另外 again 这是 nature， 另外有啥物物件，就是讲有人爱食 ice cream， 我等下做一下 ice cream。有一寡做好食的物件，我等下你只85度 C 吼，对，放做好食。而且物件好食，而且有当时我有尝出物件。啊，这就是 emulsifier，dietary emulsifier 最简单跟发电的说，你若讲有尝这个 dietary emulsifier， 就是 CMC 还是 PEA， 你迄个你肠内底迄个膜吼，唔爱变薄。啊，所以这是甲大家检讨一下，讲真正这个肠内底膜吼。阮这是真有兴趣，爱注意。所以，但是你无话讲去甲伊医生讲，我听你讲膜做着，你甲我教很牛迄个，毋是简单。所以，我就是这是研究开始，知影讲到底你食物件时对这个了，对你肠内底有啥物影响？哦，搞到有。OK， 所以我这一个就要讲讲黏杂。你讲遮济到底到这年黏杂啊？我知影大家拢差不多4、5十岁嘛。可能黏杂哈，所以我会使讲是大家，我吼对我咧想对这个问题可能是真有兴趣，你免知影讲啥，所以我这样是讲的，就是讲大家有我先提一个有啥物问题？到我这是怎样讲？你头拄咧讲迄个。你若100天，讲迄个肠镜的拢固定啊，稳定啊！100天以前从母奶啦，啊有当时佮到1岁时，那因为开始去食普通的物件，到母奶，伊的细菌那边，就是讲大部分遐菌群拢稳定下来，到100天开始就稳定下来。较大啊，咱袂当讲，咱意思讲，迄个我有孙仔吼，2个啊，一个。2、3日才放一摆屎，啊一个大100，啊迄是伊的菌，就是讲。有可能是，有人有些，我毋知，无办法讲，知影讲伊的菌群啊，这是无办法去测讲伊菌群内底几种，所以就是讲，你若讲有陪你看医生问题，就是呀，所以这个是。迄是伊的迄个菌内底无共款，才互伊无法度通讲一个。安三直接放一摆。这安尼讲，安尼讲，但是有当时基因有问题，所以毋是讲大家物件拢是安尼，但是我真是就是来讲，上只甲你讲，菌群真重要，
哦，你要有病的人，特别爱去注意；无病的人，爱知影要安怎保护你的菌群。哦，所以你爱个你，我等有一寡迄个，而且100天内底稳定。就是讲饮食方面，甲你来注意抗生素唔当袂用，哦，其实大料是这是上大的问题。抗生素大家我才马上我才买，大家处理一下。这个甲卫生跟有关系。卫生，这样是卫生甲饮食是靠有关系。卫生甲饮食，但是卫生就是你拢敏感菌的关系，那是靠。但是这是肠仔下骹，肠仔是较远小吧，但是你讲有，佫唔知啦，佫唔知，但是讲有真正亲密的关系，较唔知影。所以阮知影，暂时讲是讲年长吼，就是讲年长内底肠仔有到底有啥物，甲年幼有啥物无相像？年长甲年幼有啥无相像？第一，阮知影讲年长的肠仔内底的种类较少，我头讲种类少就是啥啦，较头患病，所以。安尼观察就是讲种类较少，年长。第二就是年长的肠仔内底的菌群，对其他物件影响抗生素，对化病菌较高病。resilience 就是讲，有当时就是讲较高毒，年长的菌群较袂动其他的影响。所以安尼会。我哪知影讲，安尼因其实较高得即种病症叫 C. diff 的病，这是真歹医疗的一种病吼。这 C. diff 是完全就是因为你菌群内底变少造成的病。所以我知影年长较高得这个病，年幼较袂，年长较得这个病，伊的细菌内底较少，就定定看到这个病。第二呢，我感觉讲这甲你的 longevity 有关系，因为看到讲。菌群内底较少，伊个lifespan， 甲菌群内底较健康的菌群活得较久。OK， 所以这是一个足重要的研究。因其实178年长的你看讲因到底有。要知影讲，因的肠仔、因的饮食、甲因身躯的健康有啥关系？178个人内底，因分做3组。第一组就是讲住伫厝里的年长人，住伫厝里的年长人就是较健康，你无需要住院。毋是住院，就是住伫疗养院。住伫厝里甲住伫疗养院，较伫中央就是讲定定去病院看病院遐来比较，到底因的身躯的菌群里面是有啥物无？有啥物像？有啥物不同？所以这当然是无，我毋是讲要互你后壁看上，主要你爱看迄个色吼，这红的，这青就是住伫厝里的，红的就是住伫疗养院，其他就是中间的吼。你有看到无？这是看伊的肠仔内底菌群的种类。红色的甲红色的，单纯红色的菌群的种类。拢真相像，红色就是住伫病院内底，绿色就是住伫厝。对肠仔内底，我会使看出讲你是住伫厝，住伫病，住伫厝里的人，肠仔的细菌，甲其他住伫厝的人细菌较相像。住伫病院的人，伊的细菌甲其他住伫病院的人真相像。会使来讲就是讲细菌内，你肠仔内底的细菌有可能影响到伊的身躯的一寡。影响到伊个身躯的健康。因个继续来讲，这个饮食到底甲这个伊住伫厝，你看着讲，你知影绿色是住伫厝，住伫厝的人食的物件真小像，甲住伫病院的人食的物件，住伫病院食物件，因食物件拢差不多小像，住伫厝的人物件，人食物件拢较小像。所以住伫厝的到底食啥物件？因食的物件是 low fat。纤维较多，你也要看伊的纤维，所以住伫厝的人较健康的年长的人，伊的菌群种类较好的人，因食物件就是较少肥、较悬纤维。住伫病院呢，大部分是食迄较贵的物件，伊纤维就少。不但安尼呢，因搁来看，
因这是做到很密的一个很细的一个研究了。你不但是讲，唔是讲哦，你身躯有健康无，你有大病，因去做你的 geriatric depression， 你有迄个就是烦恼症，你的 nutritional status， 你的血糖，你的血压，你的 mental status， 所以就是讲这个 functional status， 一个年长的 functional status， 哦，这个很细的，到最后我们看，健康的人菌群种类较侪，就是因食物件低肥、高纤维，甲无健康的人高肥、低纤维，因为菌群种类较侪。所以这是人的研究，哦，所以人是讲完全袂使讲，因为这个种类无好，就你会较大画面，但至少会使靠出来讲，我头仔甲你解释这个讲法，的确是有可能是安尼，来做一个研究，所以因对这个研究来，到最后结论是啥？就是讲。住伫小，就是讲就是像我头讲，住伫厝里的人，因的肠仔较小只，肠仔内底细菌较小只。大汉因食物件较小只，所以叫你食物件可能对你是肠仔内底细菌有影响。安尼哪有可能影响你较袂破病，较袂去处医生，较袂去住一个倾向。所以你要怎食？所以可能大家想讲你讲遐济，到底是要怎食？要怎食程度较有用？其实我用这个相片是要互大家知影，要知影要怎食，要食，互你的身躯你的肠仔较有健康，有3点。这是我做出来的一种研究。所以听人等下先看入面书内底要看我到底是要食啥物。我希望你会想到我今仔讲，你要减要食物件时，爱注意这3点。第一。蔬菜水果要加，蔬菜水果就是有纤维。我其实做研究10几年来，唔捌看过一篇文章讲食蔬菜、食水果较侪对身躯无好。你夜当下我迄个选，你是食啥物件？所以是，迄个选应该是麻老饼。夜当下我应该是麻过来。所以你想讲，我是安尼讲的，的确，蔬菜水果是我们最需要的，甚至亚当夏娃的时候从给后面的就是蔬菜水果，其实那时候我们可以讲嘛。所以这个可以想到说，我们安人的一个 design 可能是安尼，蔬菜水果可以讲，你讲食偌济，食偌济算偌济，你也在食偌济。但是我有一个我讲，我是家己加过一讲，我咧做变异，因为我开始做变异时，发现讲哇。囡仔食物件纤维无够，你要叫伊搁食较济嘛无甲你食，所以我告诉我有一个 smoothie， 我带甲你讲我的方法。第二呢，就是讲迄个，毋是讲你讲我囡仔，我来食水果，伊做爱食菠菜，一天拢食菠菜，安尼袂使。不同颜色的水果，我头仔是安那互你看迄个相片，是讲你看下。做者红的无，做者青的无，做者黄的无。蔬菜水果，像讲蔬菜水果，你种类爱食较高，因为你种类不同颜色可以帮助不同菌群的增长。你袂使我食，今仔食沙拉我食青的，颜色要混在里面，颜色愈水的，绝对对你的爱更健康。第三呢，就是讲爱食一寡发酵过的物件。你知影大家拢知影 yogurt 就是，yogurt 就是发酵过的东西。大家讲 yogurt， 我知影这是对医学方面也是有这样证明过的，就是讲 yogurt 就是有个，但是其实纳豆，你知影日本纳豆，那也是发酵过的东西。kimchi 是发酵过的东西，也是发酵过的东西。红酒也是发酵，红酒给你的理解。但是爱面去一些红酒对你身体，白酒，发酵过的东西呢，一定爱讲出来。所以其实，豆腐乳也是发酵过的东西，
所以就是讲，你发酵过东西帮助这些细菌成长、生长会比较好。我介绍，我给你介绍，这是我迄个我老师啊，我老师发表这文章，这本册啊，这本册内底到底就是写这3点，哦，伊到最后有一点题目，一种采访，真出名的一本册，就是讲的这个代志吼，我过来讲，第一，食 fruits and vegetable 第二，就是按无血肠的颜色，第三，就是按食发酵过的东西，这三点要紧食物件爱注意。所以我打个开始甲恁讲的时候，恁今仔食物件有属于上的你肠啊，哦，你要无上的你肠啊，你要上的气色是发酵过的东西，气色是发酵过的东西，对不对？拢是些菌去发酵的东西。不要。牛奶不是啊，但是优格是啊，牛奶不是发酵的，发酵就是爱就是有酿过的东西。所以台湾导入就是酿过的东西，所以我听囡仔无可能，大家仔日食菜就蔬菜水果，所以我来做这个 smoothie。但是你要做这个吼，你来买一个物件叫做 vitamin， 是足强的，伊拍的太营养的了，无比普通的迄种market100块以内的去，这一袋差不多300-400块，哎足强的，靠拍甲迄个，互你。食面款咧，啉落会使啉落，平安一粒一粒。啊，所以我是安尼，我逐日把它4个celery，哦，一支 cucumber， 我这物件用 Costco 买。因为我开始安尼教了，我发现讲哇 ，Costco 以前其实我唔捌去买水果嘛，所以我以前做这个去 Costco 买蔬菜钱啦。食袂了，常常等好到。我开始安尼教了，一礼拜去2块，一礼拜去买2块。就是因为你有安尼做就是你，所以一支 cucumber 一粒看是要红的，还是要青，还是 orange， 色无相像就愈好。一粒富士阿婆就讲好较低色，啊无伤，全部拢菜囡仔到尾你无袂啉，我一定爱加一寡回酒的。另外咧，迄个banana， 我有写 banana， 我有写 banana， 我袂记写。2条金蕉，2条到3条金蕉，安尼开始 smooth 开始可以。哦，啊 carrots， 啊我就写用迄个 yogurt， 写用 yogurt 做迄个 spring banana。其实你要安怎创，我袂晓讲，无一定讲着来照我安尼啦，你着家己去参。上主要是你看这个，这个纤维有侪无？这个纤维有侪无？你自己讲嘛，一家子。无嘛吼，啊我大概是加一块吼，啊我分5个人，我分头10个。一个18盎司，我就讲，你这18盎司啉了，你要食多哪西我拢无错，我拢袂要紧，因为我知影你一日你的肠内底的细菌一定有感染。哦，啊你了解这点。有的人用皮就是皮无好食，我的是用皮了伤重。啊，所以讲啥，迄个。cucumber 是加皮 ，celery 加皮 ，bell pepper 加皮 ，apple 我也加皮，啊 carrots 我是拢 Costco 迄种用皮拢挂好，啊 frozen fruits berries， 哦 berries 元素有足侪嘛吼 ，berries 真好，所以其实啊你要尝啥物啊？你要尝红来袂是，你要尝啥？上主要就是讲，最主要就是你的蔬菜水果迄个纤维爱够。你有个是关于有个。拢会使，你要加甜嘛是会使。看你有当时啊，糖尿你无饱餐，那你就卖糖甜。最主要就是讲，互你囡仔，这是要互囡仔。我就是目的是互囡仔，因为我家己要啉，我是较无度。囡仔你加全部拢菜，你敢要啉？无人要甲你等。所以你另外甲参加讲，从这互伊感觉讲这好啉，啊你家己去做实验，就是一寡 basic 的物件，进来对我有帮助。对这种的物件。迄酒拢纤维有袂拢刻出来。啊，因为你纤维实在无好啉嘛，啊，所以伊纤维较你从那个 juice 啦，啥物做者这种 green juice 吼，迄内底是拢刻出来汁较济，啊，但是内底糖足济，无人要啉嘛。伊人完全拢用迄种菠菜的籽加咧，你要起伊袂啉，几样个，特别你要囡仔食的时候，
无袂食，所以这上好是枸杞子。啊，但是你做你知影你有无需要？你会使冷冻，冷冻起来，你边较摕出来泡，你较啉个。哦，这家己去做。重点是哪？你要注意的说，你食物件爱上着你的肠啊，唔是我肠啊内底细菌。我头先你解说了，你听咱爱食遐个纤维，因为按上着匆匆忙忙就是，伊无烦恼就跑开去消化纤维，伊把这个工作搞好上，搞好你的肠啊，肠子的细菌。啊，你肠仔内细菌就是爱，就是爱可以食这个纤维。啊，然后自己拢无食纤维，也啊，愈来愈少。即个我请教你一下，你拄仔就是讲纤维啊，是上有迄个一种的是车前子吼，伊的迄个纤维，啊，甲你这个纤维，纤维加是种唔对，啊，有这种是有这种是大概当然纤维purify 纤维价是有帮助的，但是我是感觉食物方面的确是上 natural 的纤维，很多 purify 纤维是无一直在帮助，但是所以我那有来些人一寡纤维，所以用 purify 纤维，也是一种个剂吼，啊，来拍水安尼。Yeah， 那个也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安尼 alone 是有可能。安尼你完全都食遐，我自己讲我食麦当劳，我是刚刚那个上好是食物饮食。因为 fiber 常配，fiber 做这种，我可以讲的做很多不同的纤维，但是我这是上主要是要大家较简单的和大家相对讲，哇，我蔬菜水果蔬菜来配有纤维，为什么要蔬菜多加价？而且我两人讲，妈妈讲的这物件爱蔬菜水果加价，哦，咸啊，就我是爱讲纤维来对是很大的一个因素。OK。个部分这个时间，我拄简单的介绍，就是我伫美术遐有一个工作是，我是做迄个粪移植，有人捌听过粪移植 ？fecal microbiota transfer， 就是甲一个人的粪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真正有安尼做，真正是安尼做。美国我是等于是较早一点做，为了做，然后找单位。但其实也是做出来，这样子这个 fecal transplant 做热门的一种治疗方法，因为特别是一种病我头讲讲 C. diff 也移植，迄个成功率是90%，比如现在有抗生素是30%，所以粪移植是很有那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区别，但是这粪移植你是讲大家人爱安尼做。把好的粪放到不好，就因为我头讲你讲你好人病，内底你的肠内的细菌无讲出济，你好就病了下你种花，哦，啊你病了下种出来花，啊突然间哇，伤寒是火灾，甲迄花拢烧死了，你要好转来，你要安怎？你讲水敢有效？你一定爱安怎？去牙齿，去剪，靠我，因为你无甲牙齿去剪的时候。其实转来病下来拢是怎样？杂草啊！你有讲，你种花的时，你袂甲顾，你下水的时阵就杂草啊，是不？肠仔较小 ，C. diff 就是杂草啊！我头讲的迄个 C. diff 迄个细菌就是杂草啊。变成现在食抗生素了，你的肠仔的细菌内底，伤害了，转来其实就是这个细菌 C. diff。C. diff 就无会走，因为你要从你的花园。啊，种杂草啊，你压水好花干出来，袂出来，你要有好花出来，你安出杂草，你要怎办？哦，所以粪移植的迄个想法就是同样的，这就阮咧做粪移植，这就是健康的粪，你拿这管几块？500公里。所以哦，有人讲，你这个是讲，空地迄个是讲伊的粪吼，跟骑马是像，其实这是健康身躯的肠啊、内细的菌群，跟骑马是像，500公里就有人卖那个。这是安那会人去安尼做，
因为你无伫咧无健康的时，这就是无健康的菌群，叫做 C 的，就是食抗生素啦，还是饮食无好啦，哦，还是环境影响，你的肠啊无够足健康，内底菌群足少。你把这个健康的菌群放入了，阮有做研究，就是讲真正健康会掉入你的心理环境内底。你无健康的菌群呢，你甲传承对健康的真正会掉入你的。刚被排斥。因为少的菌群吼，就是从迄你的花园安尼，哦，所以较侪种入来的时阵，伊会甲以前遐会甲医治，完全 transplant， 就是叫做 transplant， 这是我第一篇啦，做了研究真好。啊，这个 C 这方面吼，你若讲，比如像有抗生素一者30%的成功率，你若讲有这个肺离子90%成功率。搞迄个啊？那这是 FDA 这样子，美国 FDA 是来控制的，这是只有种病可以做而已。虽然你处理了这个离子，但是我医学要给互病人做这个，我这是用医学治疗的方法，互迄个病人。这是这是话里讲伊的种类哈，我甲讲的不同的种类。健康迄个 donor 的迄罐500块迄罐内底，伊的 donor 的细菌内底足健康，伊的菌群很种类很多。你看这个病人，要未治疗以前的菌群前啊，足少，伊内底种类足少。啊，你治疗以后呢，伊的种类甲迄个健康迄个接受，所以证明讲你这传承有成功。所以这是一起做研究，不是讲刚讲细菌肠道是问题有道理，因为肠啊就是你的肠道，所以我做研究做重点，但是足侪人做 autism、allergy、liver、fibrosis 肥胖心脏、胰脏、糖尿，大家拢咧做研究，拢咧知影这菌群内底对咱身躯到底有啥物好是坏的。这是糖尿。这特别糖尿病，就是讲糖尿病的人，伊经移植以后，这是 measure 伊 insulin sensitivity， 就是对 insulin 有敏感的，insulin 愈敏感就是糖尿较病，insulin 愈无敏感就是较高的糖尿病，所以愈悬是愈健康啦。insulin sensitivity， 这是 insulin sensitivity， 所以比如像健康的人，伊 insulin sensitivity 较高。这个无健康的家庭，但是要无健康的伊甲移植了，伊因生变短，伊呢较少，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肺移植的确有效对糖尿病。所以唔是讲要叫你家己安尼做，但是就是我跟你做研究，你开始讲安尼做，但是我烦恼啦，像咱大家这样子，我要开始做这个传承，用我来讲，但是上主要就是因为你等下内底有2000到5000种的细菌，我唔知影完全拢是，我无办法知影讲内底完全的细菌，所以我有一寡我系甲你看你这个内底，这是无虽然马上唔知影，讲无咧10年到1年变化，安尼就话，所以 FDA 现在做小心，就是讲你袂使去用这去做治疗糖尿病。别再用这些治疗肥胖，只能治疗几种病，因为前好多你看，好多这个研究做前做，因为这个研究 FDA 较好开始治疗，因为这剂量90到30%这是最明显的功能，但是我讲肥胖它无法做到这种研究，糖尿它无法做到这种研究，糖尿总结你到可能有一寡有帮助，但是有一寡大家拢有去。是讲大家拢有帮助，你看，一寡人有帮助，就是一寡人无帮助。我跟你做研究，做这个研究是 FDA 啊，无要我们安尼做。最后呢，大家人讲讲，普贝安尼好，益生菌好，爱先食着一种，我这是计有一寡像 Align 啊、UP4 啦、Cultural， 就是真正一寡，还有足侪啦，你在 Myers、Whole Foods 啊，拢在拢去做。其实。你若种无病，你要食普贝仔咧，其实阮这是无啥物
无甲你懂，但是阮若毋知影讲到底帮助。阮有一寡病，我是安尼理解，像这是额外，这是专门这一种病叫做 IBS。cultural 有些阮有办法去治疗这种，有三种病，就是阮知影讲，因为进行无好的时候造成病，食这种无爱，阮有去做研究，好。但是其他你要家己去食，阮无办法做研究。就是讲我无办法，你要问医生的时候，人问医生，我食这好。我讲我I don't know， 我无底啦，我无办法，你听讲这个底啦。我这个内底有6种，甲13种对一个较好。6种甲13种，2000到5000内底，到底有啥影响？I don't know。所以我是甲你讲，人问讲你保养安尼好，讲保养安尼对身躯当然是无害，但是多好我是毋知。但你好像一支拢，有当时一支1块，有当时一支1块半，那毋是讲真俗。食保养安尼到底有啥帮助？我是感觉不足你的你蔬菜水果，我头甲你讲的果汁，迄虽然我无研究安尼做，但是我家己安尼做，8年内底，我感觉是有效。有一寡真好，有一寡会讲，上主要就是囡仔较袂看，较袂安怎，较袂感冒。我当下开始安尼做时，其实我毋知影3年前较好，囡仔有时讲有看病，但是我。甲知影讲，开始咱你第3年的时，学校的老师讲，安尼搁甲囡仔看，毋捌讲看病啦，毋捌看病啊！我其他你来大从 flu season， 大家拢2、3个看病，是安尼搁大家拢看病。我开始想讲，真正咧，我迄个药仔的 cabinet 咧看，我迄个无不扎手机，平常我1年拢爱买2罐，因为伊拉 flu season 大家看熟的时候，我去买，我迄个真正 expire 了。所以这是我家己一个，但是告诉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都有一点叫做，我无话讲以前会使甲你讲点样，但是我安尼，我是因为我对这个研究方面知影讲，这是纤维，跟原来囡仔其实食的纤维，因食了其实对这个感冒有对那些个免疫系统有比较有帮助。上主要就是，今仔我就是讲大家好爱看，但有啥问题，这是。今年是9年嘛，我最近有一只狗啊，你大家想下，我这个狗啊叫做波霸，应该有听过。波霸狗。你要去什么波霸呢？还有波霸的事情。对，我们给大家公告大家。补上一点。我们蒙。IBD 哈 ，IBD 就是慢性肠病。IBD 有 Crohn's 跟 UC，Crohn's disease 跟 UC，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Vitamix Vitamix Costco 那个 Vitamix VITAMIX Vitamix， 亚洲是300-400块的咯。我刚才问菌种哈跟肠子的蠕动到关系。但是我讲如果我知影讲，3粒菌种靠有影响，但是真正无关系。啊，你那蠕动过程啊，所以跟那个肠子产生的胀气有关系。也有关系，因为你要讲刚之所以学胀气的，但是跟等来学一个胀气，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但是我们怎样变来调整，主要是怎样变来调整。但是我是给他讲，甲你讲变来保护，无病的群变来保护，就是有病的群到底变来医治，现在我们还是只有10年。所以咱个一个问题是讲，食物当中有一寡是容易产气，对不对？所以你那个好菌啊，跟这个产气的食物啊，有什么样的关系吗？有，还是有关系，对不对？有些好菌，其实有些时候气是好的，可是有一发酵，发酵它就是会产气，但是产气太多的话，可能像因为无办法，就新这一菌类的，那就是太多了，你要改第一调整。可是它还是有可能是好菌，对不对？对，有可能是好菌。所以还是那些产气的菌都是不好，但是 proportion 好的跟坏的 BI 就是要去找，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医学方面没有这个diagnosis，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往那个等案那个地步。
给你测功了，这多少多种是多少。那所以产气的食物还是继续要吃，对不对？但是你症状啊，你几天两天讲就不好，加力不好，但是我是说要 balance。但是 concept 的功力，但是我可以跟你讲，有一些食物是比较会产气。对。啊，那你就是那些食物少吃。那像 pepper 没有问题，就多吃点。要这样的 switch。OK。还有问题吗 ？OK here and here OK。哦。那你先。那他先。那你先。我听听这个。请问一下哈，那个我看到的啦，调配元素周期有算进嘛？是啊。哦，就是说，我刚讲那个是 prebiotic，biofilm 是 probiotic， 完全应该是那个。帮助那个。它会帮助。每天的很难出来的，那个是有帮助无？有帮助。因为我美国无这种药啊，所以我唔知，但是我伫甲台湾的医生伫讲的时阵，因是感觉讲，你下种是食抗生素了。落屎，食迄个biofilm较好。食抗生素了落屎，食biofilm较好，因为抗生素了你就是种类较少，啊来开始落屎就你食迄个 biofilm， 有个嘛是，哦，所以 biofilm 是一个probiotic。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便秘的话，是吃这些是真的会有帮助。你只能试试看，试试看，有帮助的话你就去吃，就是讲无害的，但是食它无害的时候，那就是对你来讲没有帮助。所以大家阮较有真侪物件 mix， 用我着甲你袂到16盎司，袂拍，安尼是爱逐工食10几盎司。所以我考我讲的是，就是我无个人去食，你后人较少，人较济，你就家己去，我保全来家己知道。我头甲你讲是无个人去食。你5年有当时5年对咱来讲，比如说你讲最多卖5支嘛，是不是？我身边拢无咧食，就以前有当甲你食物件，就对他物件食物件，但是我就是讲我有所控，我等到属于会有下了咧。这是什么原因？这有可能是一种病叫做 IBS， IBS 对你肠内底菌群哪有关系？这大家较注意那些。因为你可能对一寡蔬菜水果较敏感，食了可能就从头到迄个头到问的，就是讲有时啊一寡纤维，因为你发酵的时候是会产生气的，产生气的时候你就较冻。这个是有一种饮食的治疗方法。对。安尼就无问题啊，安尼就无问题啊，我感觉偏寒水不进，我也是这样，但是到对啊，有当时是跟其他物件有关系的，是应该蔬菜水果。我两个问题吼，第一个就是讲，你讲古早人迄个原始人迄阵啊吼，拢食真健康吼，无食迄个加速毋过伊个性命嘛对啊，吼，这是第一个问题。伊个性命较高。啊是因古早的拢迄个，拢性命较短。但是因为 antibiotics。哦。它没有我们现在一些科学。对。但是你如果看伊的疾病，就是讲癌。就是讲在几家心脏病啊、癌啊 ，infection 这方面，伊拢比较干净。对对，问题就是讲，你讲较老的人，会得啥物病？你有讲？较老的人，就是讲肠仔歹的时阵，就是讲肠你的进程歹的时阵，有啥物病较老点？就是讲较侪岁人有较有迄个会当会常常发现迄个病，迄是一种一个就是 C 的。哦，C 的，迄个是较，因为迄大部分拢是带入病了，病医过了，有当时较老病这。哦，迄个病状是啥物？就是落屎。落屎尔。毋是讲小可老，拉出来着。有当时会过身。
哦，这是加两种，所以讲讲到做做那个你要选一下。所以这就是在有当下的情况来讲，你到里面个选物件就较无，你无办出去买，无办法去捡。呀，所以因这是 nursing home， 所以 nursing home 有当时啊，但是你 nutrition 有当时啊，你看的时候，你家己嘛去健康你要食啥物件，你入病院的时候你嘛知影点，对不对？不是讲一定要以后无讲家己 force 你爱食啥物件，而且你嘛是这样，在你的是到最后是到里面人这样物件就是这种。所以上课有客人起来啦，我食饭就老肥，食肥就较歹，所以就食好歹就。有可能，但是我这是讲这是一个 concept 吼，我其实我无啥物，就迄个有一个底来甲你讲，所以有当时啊，我哋讲 association 啊，唔是 causation， 对不对 ？association 就是讲今仔日天气很好，我多数就是天气很好，造成我多数。我但是我安尼讲，其实是对阮做研究开始来了解这个肠仔内底菌群的变化，来看人身躯内底有啥物变化，其实有符合。你自己吼，普通人迄个bowel movement 还是爱用，所以咱有人其实几日啊，甲2、3日一遍，是毋是伊个肠伊个迄个 bacteria 有存在？我会使讲甲你讲。其实，阮医学来讲，你一个一礼拜人去3摆，是逐日拢去，其实这两种特殊的摸。有个人一日就是无，但是我甲你讲，你若真正有食蔬菜水果这一群吼，你无可能讲一礼拜去3摆，你会跟那位头会打开麦，因为它就是很多 activity， 它就消化的这些排泄的东西就逐日弄出来，所以有当时啊，真正。安尼，因为我有一个病人，我安尼叫伊食。第一，因讲上好就是讲啊，伊种便秘的人，就做像是讲，伊讲我你咪是真正讲，我食无饱。啊，我意思讲，你若讲食无饱的人，是不是伊会吸收较歹？会，呀，有当时啊，对我感觉你若讲食安尼食无饱的时候，其实我你咪是有当时我你咪是我感觉迄个我的肩胛吼，有得谁好听？我刚刚反而吸收了比较少。看你，但是你要知影，你这一群吼，因为我还叫我妈妈这群夫妻到最后伊胃酸过多，所以伊晚上在要困伊久一点，有动。所以我想要泡茶饮，所以我太太喜欢泡泡茶饮，动。养你，从我岳父一个月米饭，留下3饭。我康复无讲我拢会食，但是你袂食饱，所以你袂你袂食无晒货，其他我食饱了你袂无晒货，所以你要家己控制。或是要做食量，就是讲来你来，总之你自己爱个养，你自己爱养。这样子，从哪处我做成功的选择，但是袂使用烟的，有只受药啊。FDA 哪会用食，但是这是到 C 的这种病，这种病该安尼做，其他袂做，其他也可以做，有研究就是安尼做。